好，咱开始来读吼。1635年1号到4号，歹势，我滴一粒水，歹势。甲各位抱歉者，我甲各位报告讲，我是无用啥，因为我转去台湾时阵去电台去录音的迄个采访吼，伫个即个礼拜六早起10点要播出啦，要放送吼。所以我有一寡文章爱打起去打出去啊。另外通知一寡朋友，或者是有兴趣要听，还是讲阮的时段，我会通知因讲拜六会使听呢。所以你无用这无用到拄则。好，另外马文入来吼。我会记得有一位妈妈，伊是我含我上台北人诶，住台北。伊诶查某囝台语讲得真好吼。我迄访谈拢自头到尾拢讲台语，所以我到时阵马文我link我再打出去，麻烦你帮我转互迄个妈妈吼，互因查某囝收听。好，咱1635年开始读吼，初一到初四，无用你收买生理人含慢所载来四部含其他的货物。即几工大部分的时间拢透北风好天。1635年吼，我毋捌真正讲，我毋捌去看过讲后手要读的到底是内容拢记载啥吼。我若是讲内底吼，一直咧读讲，今仔日几只做只用去船，去什么西那沿海，还是讲今仔日几只做只用去船来台湾吼。我读这读啊也足神。但是我嘛是小显一个啦吼，显遮未来会读到的内容。可能嘛是有一寡互人会当真期待啦，所以毋通因为我直直咧念流水账吼，恁感觉足无聊的吼，就放弃啊。咱斗阵来甲这行过吼。而且虽然讲到1662年吼，佫足久的吼，看起来佫足久，但是实际上内容并毋是讲介济啦吼，应该足紧咱就读着吼。读到上落尾吼，我讲足紧，毋是几工啦吼，可能几个月啦吼。但是免，我一开始想我读几啊年吼，应该是免吼。好，到初五到初九吼，因为定定拢即种的啊，无特别的事啊。安尼嘛甲你接一篇，我电脑佫慢啊，试着几啊秒吼，无特别的事。即敢若即几工有4只容客船出航前往厦门，其中2只载有伫个台湾遮含公司交易的一批胡椒、糖甲苏木吼，即种咱拢念会得过啊吼。10日，食酸啦吼，伊个名叫做食酸。食酸的容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载有米、乌糖、铁鼎，佮少量的一个粗肥。对上述食酸遐知影讲，迄只伫个本国个6日对遮载少量的即个胡椒、糖甲苏木出航的容客船，因为迄只船无通行证，伊佫企图要逃脱国税吼，要逃税吼，所以被一关的士兵奉官吏的命令扣留，并且没收全部的货物吼，即声了全了去吼。也知影讲海贼老乡又搁落海去抢劫咯，讲有3个广东的官吏去伊遐去检阅伊的士兵，并且去支付每个月的军饷。
迄时因为伫个检阅当中有小小的差异和不满，遂又搁漂入去海上，并且将迄寡官吏同齐来个带走吼，就是押走啦吼。即嘛伊盘踞伫东山附近吼，积极准备要潜龙漳州河，因此游击是一个官名吼，叫游击，已经命令讲所有停泊伫个厦门附近的洋客船，拢必须要开入去漳州河较内面较远的所在吼，以免去互即寡海贼吼去抢去吼。即寡情况究竟如何？有待时间分晓。上述海贼若过来即个漳州河遮交了吼，公司的贸易又搁拢会遭受真明显的损害。今仔日有7只小只洋客船对南方来到台湾，收到少量的鱼做11色吼，因为鱼掠足少啦吼。正月11，有8只小只洋客船对南方来到台湾，13只洋客船出航前往时呐。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会决议，会允准做军和生理人和舰队时那前来取地的生理人离开。哦，这是要允准韩漫离开，还是要应该是允准迄寡其他的即个生意人离开啦吼，并且为着要配合因，决定用日本的丁元损失的20%来支付互因，因为出纳无其他的迄个货币吼，无货币嘛吼，就是敢若日本的丁元啊。临时无其他的无理由啥吼。另外，佫决议要写一张真很得体，即要哪讲，就是正式的批啦吼，交互一个生仔人，伊自请要去见老乡，所以即张批要去送去互阮的被活掠的朋友吼。就是荷兰人啦，去互老乡活掠去的一寡荷兰人，希望讲会当借伊私因得到释放，愿上帝保庇。即句我嘛看无，希望会当借伊私因会当得到释放。伊写即张批安尼，就会当互因得到释放，可能是即个意思。好，并且决议上级商务员戴克要接替特劳纽斯先生的工作，也决议讲，礼拜日伫咧讲道的时阵，任何人拢袂当开店营业，或者是从事任何的手工，也袂当炸任何的食物或者是其他的物件来即个市场，就是安息日啦吼。当然，这安息日和犹太人安息日是无共啊。犹太人安息日是伫拜六吼，因为基督新教、基督教嘛相款啦，旧教嘛相款，因拢伫咧礼拜时讲道嘛吼，所以基督徒就甲即工当做讲这是阮的安息日安尼吼，星期日啦吼，Sunday 吼，礼拜日啦吼，台语直接讲叫做礼拜日，你着听出来，这是对即个西洋教内的日子吼，拜一、拜二、拜三、拜四，讲任何人拢袂使开店吼。好，咱继续看来。1222，这算客气啊吼，袂使开店，袂使做任何的手工吼。我初来美国时阵，才叫犹太人的安息日的因的即个风俗。我若听一个，我若真戆影吼，昨昏学着啊，
嘛毋是张偶着啦，张偶咱有用着即个词吼，真正是戆影。犹太人伫安息日即工，因当然是袂当驶车，甚至因袂使行超过偌远的距离就对啦吼，干若会当一个范围内底尔。啊，譬如讲，嘛袂使坐电梯，啊，足侪啦，因有一本书，敢若叫做《塔木德》吼，塔木德，你若有兴趣去查看嘛，顶头写一堆因即个安息日袂当做诶代志安尼吼。我有听我一个朋友讲，伊是毋知伫倒位，嘛是听人讲啊是安怎吼，讲一个厝边是犹太人，啊伊敢若伫咧草埔伫个一水管啊啥，讲拜托厝边甲斗收一下袂，因为伊讲是安息日袂当家己收，袂使做空气就对，所以讲伊袂使家己收迄个水管安尼就对。好。咱住伫咧台湾，咱台湾人吼，真难去真恶去想会到讲，原来有人信教虔诚到即种程度吼。好，过来，咱过足侪工吼，伫遮1月12号到22号吼，10工，伊安尼写无重要代志。今仔日哦，即几工有一批容克船对南方来，公司缴纳11岁了后，就出航前往时呐，专工来纳税哦。大部分的时间透北风，安尼嘛一篇啊吼，10工就过啊吼。所以我讲为什物讲38档的即个荷兰数，即个荷兰遮生日期，嘛无到38档吼，30几年，咱真正读起来免偌久啦吼。来，过来4工2纸，无重要的代志。另外，即间有一批容克船对南方来，公司11岁了后就出航前往时呐。即几工大部分透北风，即间今仔日有强烈的南风。好，4工过，过来30日，搁4工，一句无特别的事。31日。对南方有6、7只细只容克船，来到台湾，其中一只是迄只伫咧本国个2日2号的时阵，护送中国渔船去遐的即个招号船。对即只容克船的头领知影讲，还佫有7、8只鱼掠诚少的即个掠足少的渔船，还佫留伫遐吼。船的大部分拢已经来到台湾了吼，并且对台湾遮前往时呐，所有今年对时呐来掠鱼的渔船，大部分拢是鱼拢掠无介多吼。今仔日西风好天，好，伊搁去啊。2月有强烈的北风吼，2月3，初1、初2、初3，强烈的北风。今仔日张寡普的马斯国哈含议会决议，有中有注解讲，因为对牧师遐知影讲新港人饲养并且繁殖一寡拉犬、帕拉的狗啦吼，讲新港人饲一寡帕拉的狗吼，并且有繁殖吼，反正就是有搁互生炭吼。为着要避免所有可能因为安尼所造成的灾害，因为新港人家己有拉犬啊吼，有拍拉的狗吼，所以阮要用上适合的方式，甲迄寡拉犬甲赎买倒来，并且用其他的方法来处理。若是因毋肯卖啦吼，阮着要甲本来为公司所拥有的迄寡拉犬断写死吼，用枪拍死就对啦。应该是用枪啦，伊是无讲用枪吼，嘛可能用弓箭嘛可能吼。就是讲，伊若无爱卖，我就要甲迄寡狗拍死啦吼。但是为着要互伊满意，根据牧师的讲法，就是安尼做并袂引起麻烦，但是又搁决议讲，对伫咧
赤坎种甘蔗和其他作物的人，这应该是西那人吼。伫个适当的时阵，若是因请求，阮着要以金钱或者是牛来协助因，互甘蔗和其他作物的种实会当搁较发展起来，会当为公司搁较效劳。看无即项迄个拉肯有啥物关系吼？但是尽可能来小心来节约啦，爱欠啦吼，为着免互公司遭受损失。看无不要紧啦，看过就好。这翻译就是安尼，伊若有时啊吼写了无好吼，你规篇逐字拢看有，毋知你讲啥意思。好，3个2个8日吼，2个8日，2个4、5、6、7、8啦，5工吼，无特别的事。只有几只渔船出航前往西那，大部分时间透北方。后面迄2、3工是落雨的天气。2个10日，无特别的事。2个11日，下晡快艇免费乘号对日本来到台湾商馆头前来停泊。俄罗上帝报告讲，公司伫迄边的状况，算也好吼，还阁会使。Bremen 号会伫个本国个15到16号装载村内回航的云来倒咧出航。应该是讲这 Bremen 号倒只免费乘号出航啦吼。今仔日有北风好天。2个14、12、13、14吼，真无用你对快艇免费乘号吼，来落所在内好呢。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国下含议会决议，即只快艇呢免费乘呢，必须要尽量较紧准备要驶去巴达维亚吼，爱做准备，爱紧准备吼。今仔日透西北风，2个18。无重要事，即敢若有装运快艇免费乘号，以便尽量较紧前往巴达维亚。2个19、20、21号吼，还搁咧装运快艇免费乘号吼，即只快艇搁咧装好啦吼。今仔日装好了后，就要出港，伫个阴暗用旁启航，要前往巴达维亚。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及时平安抵达目的地。2个22日，北方无特别的事。23，快艇 Bremen 号对日本来到此地。俄罗上帝，伊是伫个本国个16号对日本出航。对迄只船的主管知影讲，16号出航，23号一礼拜到台湾吼。对迄只船的主管遐知影讲，公司伫个迄边的状况，还是含以前相款。库库巴卡先生伫个正月，就是日本的新年初1，就是本国个18日，所以迄当阵日本阁是过旧历年嘛吼，对啦，一定是的，因为日本是开始过即个西元的年吼，是面对伊新了的代志吼，所以因原来是过即个旧历年，伫个本国个2月18日吼，是日本的正月初1会出发上北，讲库库巴卡先生会伫个即个过年迄一天吼出发上北，上北是要去倒啊？哦，库库巴卡先生应该是伫台湾啦。
应该是吼，我有。愿上帝祝福，互一切拢对公司有利益。今仔日有强烈的北风，2527。2524262627，4天无特别的事，只敢若甲 Braden 和对日本载来钱甲一寡木器落来，落船啊吼。即几天毋是落船啊，就是对船的船顶落来吼。即几天大部分来吹北风，要暗仔有一只小只龙客船对闽港来台湾，是台湾是讲台南啦吼，闽港是啥物所在？煞袂记闽港伫倒位。闽港是，歹势，也是早一个好啦。那是布袋港。闽港。嘉义布袋对吼，所以无记毋对啦，只是无遐确定哦。要暗仔有一只小只用去船对布袋啦吼，你嘛看到闽港啊，布袋港来到台湾吼，来到台南，是伫个差不多18号对厦门出航吼，对厦门出航先去闽港，再过来台湾遮。报告讲，招资的用客船会开动另外2、3只伫个近日，最近若是好天，就会前来出队吼。又搁讲，海贼老乡打算要上来漳州河，要来用伊对广东所做一个闸来，做一个带来迄2个官吏吼，就是去互本来去检阅的即个官吏。检阅士兵的官吏去走。我咧摇吼，应该是老乡本来是打算要，就算要互政府招安啦吼。但是政府派2个官吏去遐要点兵，结果煞去互老乡走吼，佫造反吼。我咧摇啦吼，应该是安尼啊，无伊写这看就是即个意思尔吼。讲即个老乡吼，打算要甲迄2个官吏，原来要带来即个漳州河遮，要交换伊的老母和其他朋友，应该是伊老母甲朋友去互官府掠去吼。究竟如何？犹太时间分晓。2528日，无特别的事吼，定拢即无特别的事，占几啊篇去吼。好，安尼咱搁读煞。3月1、2、3日无特别的事，有持续的强烈北风。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提出几个议案，随后佫决议讲，第一爱甲 Braden 号留伫个本国个留到本国个10日吼，就是即马3月嘛吼，留到10日，对日本来即只船啦吼，以便伫即个期间，若有用客船前来，就会当装运丰富的货物到转去巴达维亚，而且伊对日本来，伊要驶去巴达维亚，但是要甲继续留踮遮吼，看有其他的用客船若载货物来，要互因装去载去巴达维亚。其次，迄寡用客船来了后，也要尽量来买货物，并且将货物尽量装运到 Braden 号顶头。剩落来的货物拢全部要留踮咧储队，留踮咧台湾遮。虽然讲伫日本传说讲，新仔人要伫个即寡大船出航了后，要来觊觎这座城堡吼。觊觎即个词台语要安怎讲？就是原来你少想要来攻击即个猎人者城堡啦吼。觊觎来看者孔子要安怎读？忌
或者是凯吼，我看伊例词望翕无偷看吼，偷看是咱所知定定看到的即个意思吼。嘛毋是，咱定定看到的是即个翕无望要得到吼，爱要得到，爱得到吼，白话讲爱得到，就是觊觎的意思吼。忌还是凯？孝顺会使无？孝顺嘛是会使啊，嘿啊。望偷看爱得到，翕无翕旋，即拢是干字典的规则吼。凯也就是忌吼。鱼咧，鱼我来看一下，鱼要安怎读？可能是读有啦吼。有边读边嘛，无边就家己编。如吼，歹势如吼，如啊，所以着记如吼，记转变调变第三声变调变第二声，所以变记如吼，记变记如，或者是凯如就变成爱变调变做凯如吼，凯如记如，我嘛毋知对一个音较是较对，但是记如应该是文言音啦吼，凯如就是讲凯如就是白话音的款吼。凯如啦，哇，变调变毋对。好，咱转来24写。虽讲日本传说讲新仔人要踮咧即寡大船出航，就是大船出航了后，无大船嘛，就是武力就变弱去嘛吼。大船出航了后，就要来即个记如即座城堡，并且决议讲，迄50-60个要求前往巴达米亚的新仔人，会允准因来做 Brandon 号去。3月4日，今仔日北方，今仔日佐助的用客船来取缔上馆头前停泊，再有差不多180吨的青丝报告讲，有一只甲下面斗阵前来，而且载有一批死的飞仔。甲飞仔的用客船伫咧偏湖附近，因为暴风来下面飘散去。因约讲，因是去打到遐停船咯吼。石心的用客船将会伫咧2-3天内载着所有订购的货物，解冻另外2-3只用客船前来台湾遮，愿上帝带领因及时前来吼。继续3月5日，北方无特别的事。3月6日，人民的用客船来到台湾，是人民即应该是原来新仔商人啦，新仔生意人，是上述伫咧偏湖附近含招资的用客船飘散。正如所要的吼，因去打狗下面遐停泊过，载有100担以上的丝、一批布料和大批的精美的灰仔。今仔日有北风好天，3月初7，游玩是北方。食心的用客船对西仔前来台湾。载有差不多190担的丝、一批布料以及其他货物。对即只用客船以及头前进前来到台湾的用客船的生意人遐知影讲，有一只载有护照甲苏木的用客船，因为无通行证、无垃圾出航，无垃圾就出航，伫咧西仔被官吏来扣留，但是又被释放了。因为应付300两银的罚款，官吏一关的用客船和其他人的用客船同款，无通行证就袂当前来取缔。
不离个伫咧几啊生理人的请求之下，官吏已经拍算要搁发通行证，互6只到8只用客船，互因会当载运各种货物进来台湾遮交易。但是每一只用客船每一年必须要纳国税50两银，因此迄寡先取得通行证的生理人会惊，讲安尼来会有搁较侪用客船会载运幼货甲粗货来，因为幼货死货啦吼，我咧应该是真死我咧药啦吼。因为进前取得通行证的用客船，每一只每一年拢必须要缴纳400两的国税哦，8倍。所以迄寡生理人来请求长官阁下协助，阻止新通行证的发行，但是被长官阁下以充分的理由拒绝了。因为阮希望有搁较侪，用客船会当载来搁较侪货物的诱惑啦吼，所以阮袂当反对即项代志。即寡生理人，特别是迄寡用客船的船主吼，拢同齐咧嫌讲吼，抱怨吼，嫌讲今年赔钱的较侪，搁会了趁钱的，因此有一寡较早伫咧台湾已经真久的生理人，即马拢离开台湾去巴达维亚、马尼拉或者是其他所在，因此呢，请求长官阁下来考虑讲，若无就是最后讲，因着只好去别个所在交易吼。请总督，请迄个长官阁下来考虑一下吼，生理歹做吼。即敢若讲，若无因着要去别个所在交易吼，只要就是只敢若互因一寡，会当互因淡薄仔趁一寡吼，因着袂欠货吼。因为此地的位置比任何其他的所在对因拢搁较好。即句话大家看有无？台湾的即个位置吼，位真正好的所在，你看，就是迄个优势嘛，地理上的优势，伊就是要去其他所在，就拢足方便嘛吼。伫咧即个第一岛链遮吼，算伫咧中央的所在嘛吼。你去看地图，你就看会出来，台湾差不多是第一岛链中央的所在吼。因为此地的位置比任何其他所在对因拢搁较好，航行的时间短，而且对暴风和海贼的攻击，航来此地也比起其他的所在搁较安全。长官阁下反驳讲，公司毋是要互因损失。而是要促进因的富裕从良，但是嘛爱小想一下，公司今年伫咧日本非常的困难。如果阮还阁要以搁较贵的价数来收买，安尼公司的盈利就必然会搁较少。不然个只要运来，就是咱好的无掺杂吼的布料含丝吼，甲再运过来吼，阮会真欢喜，搁加付一寡价钱互每一个生理人吼，并且承诺，并且答应讲将来会原来会安尼做吼。嘛，对于上述的生理人遐知影讲，约了差不多20工前有4只用客船，1只小只，3只大只，出航前往巴达维亚。今年将无用客船会去暹罗。即几工无用伫上述迄寡用客船会落货吼，而且收买迄寡货物，甲迄寡对祖国就是荷兰以及内地交易有路用的即个主要货物，拢装入去 Brandon 号，互伊载转去巴达维亚嘛。啊，巴达维亚的船，佫会甲要送去荷兰的船会佫载去吼，对巴达维亚遐出航。3个8日，去年对柬埔寨讲，我插一句仔话吼，讲着即台湾即个地理优势吼，
我伫咧几年前袂记5、6年前啦吼，我伫咧网络顶吼，我袂记我写即句啥吼，迄我毋知是哪个啊，我真正读壳实在是有问题的人吼，出嘴就甲你讲，台湾一粒罪恶小岛就对啦，意思讲无啥物路用啦吼。我咧想讲，我你毋通看袂起一个小岛。你即马世界无用，就算到即马即个时代嘛，是爱靠海运吼。你一个岛，你有好的港，你才有法度通做生意，你才有通交通四通八达嘛吼。你伫咧内陆的一个国家，一般拢是散车国家，为虾米无方便做生意嘛？我迄阵我感觉真就，我嘛袂意外吼，因为咱受迄个大中国教育出身的，足侪人读甲拢来读甲内底，阮莫讲歹听啊。即个对恐惧你啦，无想讲你伫咧一个海岛、海洋国家，绝对是比一个内陆国家佫较方便发展，佫较方便做生意，佫较方便含即个世界各国交流嘛。无迄个概念，就一确定着咧听即句话，什物算大一个海岛有啥物路用就对啦吼。四面环海对因来讲是无路用的就对啦吼。你千万毋通即种观念吼，你尤其是你对我读遮尔久的即个日兰遮写日志吼，你就知影台湾做生理是一个偌方便的所在吼。毋通亲像迄真正是读甲内底，真正我无想要讲歹听话，真正是无应该安尼啦吼。迄个人年岁毋是比我较少年哦，比我较侪好吼。好，旧年对咱继续读咧3月8日吼。旧年对柬埔寨来到此地的迄只日本的容客船出航到港外吼，以便会当随时启程前往日本。也有2只小只容客船出航前往新仔。今仔日有南风，要暗的时阵，迄第4只容客船已经到台湾，船主叫做但丁吼。再有130担丝一批布料以及大批精美的灰仔吼，正式上市的消息。你看这船，对南来北往来台湾遮做生意。你若要靠，迄当阵当然无好车啦，即17世纪啦，哪有啥物好车吼？迄当阵咧靠马、靠牛、靠即个动物，载行吼，靠4支脚行。你看风车的即个篷船，绝对是比迄马还是羊，还是牛啊，踮咧行，绝对是较紧的吼。共款的距离，你篷船驶到，迄动物佫踮咧行，佫行袂到吼。3月10日。所以恁拜托各位千万毋通像阮较早阮互教育，哎呀地大物博，什物山川壮丽，物产丰隆吼。恁即马恁若搁唱国语歌，咧台湾唱歌，搁咧唱即条吼，搁咧唱即几句话，拢毋知影讲台湾好，即个岛才真正是好所在吼。我就是大台湾主义啦，我直接安尼甲你讲啊。恁若讲啥物台湾沙文主义，我著甲你讲，我就是台湾沙文主义啦吼，我也无客气啦吼。3月9日、10日，抑搁伫为Brigham 号装好。你想看嘛？我突然间，我为什么佫足想要？我实在是我足气啊！当安尼甲你讲吼。你看美国地图就好吼，美国地图东海岸、西海岸，所有大城拢伫咧海岸边。当然内底嘛是有大城啦，当然迄是一寡，比如讲伫大湖区吼，还是讲伊迄个铁基路的十字迄个交汇处吼，迄内底有大城，但是你看足侪美国的大城拢伫咧，毋是东海岸，就伫咧西海岸，就伫咧海边啊。吼，所以外海绝对是一个地理上上好的即个好所在吼。即个概念啊，即 common sense 啦，拜托诶，连即个 common sense 都无啊！我真正看迄寡人写迄文章，看了真正是个要屁肺吼。3月10号、9号、10号，还搁伫为迄 Brigham 号装好吼，今仔日装好，伫咧金夜出航前往巴达维亚。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及时平安抵达。
即几天大部分时间透南风，只有今仔日下晡透强烈的北风。3月13，每一天拢咧收买上述用客船所运来货物。昨昏涿州的用客船出航前往厦门，载去250担的苏木、60担的鹿仔肉以及5万里的现金。即几天大部分时间透北风，有时啊大雨。3月14日，有一只用客船来商馆头前停泊，载有精美的飞器，北风。3月16，无特别的事，还搁咧收买一寡货物，以及本个月14号迄只用客船所运来的灰仔，强烈的北风。3月18。3月17、18无值得记载的事，只有游员伫咧收买上述各用客船所运来的货物。3月19，有一只用客船对金门载米含盐来即个所在，报告讲6天前有一个海贼高喊还是糟喊。伊早是老乡的部将，率领13只用客船来到安海河头前，伫遐迄个叫做鱼岛的下面夺取了一只装载丰富的马尼拉用客船。迄寡海贼当中有3、4只，安怎？嘛来到厦门吼，有迄个挂符注讲是伫涿州带伊的用客船载着价值差不多45000到5万里的货物，伫咧本个月12号对遮出航，抵达厦门停泊差不多2小时吼。这是你讲啥我就看无吼，毋知你讲迄3、4只船，3、4只用海贼的船吼。夺取了三只价值微小吼，无讲介价值的用客船吼。上述即个涿州即个生意人及时驶入去内河，因此来密过一劫吼，闪过一劫吼。根据因所讲，一般日常无用咧装备伊的用客船的人员，拍算即几工要去赶走迄个海贼高喊还是老乡，看无。林明另外一个生意人叫林明，用客船今仔日上午已经装载丰富，就是装载资金吼，船顶载足侪资金，出港准备要前往西那。因为即个消息去互生意人含慢，又搁调入港内来听候确实的消息，究竟如何有待时间分晓。这我嘛看无。上述4只用客船运来此地，互阮500外担青丝大批布料以及精美的灰仔，收购总价值差不多10万里尔。伫这以前，公司未捌有伫遮尔短的时间内底对西那遐买着遮尔侪货物吼，就是这4只用客船在吼。愿万能的上帝对这只侪赐下伊仁慈的祝福，借着继续丰丰富富的运货来到台湾，互公司总算会当大大担着伊每一遍吼如此竭尽全力，逐遍尽全力以赴所期待的西那贸易的即个果实吼，互公司会当担着即个好利益啦吼。今仔日有北风好天，10点20分吼。3月21日，无特别的事。今仔日上午对北平透来剧烈的
狂风暴雨3个春天，但是下晡就好天啊。今仔日场馆普罗曼斯国下含议会决议，迄只已经准备好，并且已经满载用客船巴达米亚号，就直接叫做巴达米亚会尽量较紧派往巴达米亚。这巴达维亚我拢读做巴达米亚毋是即个中文汉字的直接翻译是我用英文咧读法巴达歹应该是即摆叫做即摆叫做啥？印尼的首都即摆叫啥？袂记印度尼西亚好歹势，查一下。我是你，大概是你想啥咱袂记。加卡达啦加卡达。Jakarta。Jakarta， 讲较早旧名formerly known as Batavia， 就是即马你看到即只船的名嘛，叫做 Batavia， 所以我读巴达米亚，VIA 我读做英语甲西班牙语即个 V 甲 V 其实发音足像的啦，有时仔根本你分袂出来巴达米亚所以我毋是念巴达伊亚维是读做伊我毋是读做巴达伊亚，我读做巴达米亚各位。我的意思就是讲，你毋通误会讲即个汉字读做米啦毋是啦，绝对毋是绝对毋通误会维护是读做义护毋是维护绝对毋是好，咱转来日志迄台语台语到学个讲煞3个字。所以我拄则讲面地疑心，拢是即个读做疑3个字。要暗嘛有一只用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再有精美的飞仔报告讲，伫咧2-3天内，还佫有一只用客船会来，证实海贼交含孙营12只用客船来安海河头前，并且伫遐的鱼头即个所在，夺出一只马尼拉用客船的即个消息。这个消息讲第2遍一定是心内是感觉足新鲜的像着一只油洗洗的船但是讲迄寡海贼并无去过漳州河，伫咧抢迄只马尼拉的船了后，就随着转去南方咯西罗爷含一干的一个部将，把孙营5只大舰船含2只小只舰船一路约去到南澳遐但是无约着礁珠嘛平安到咯，到啥物所在无讲。今仔日有北风，真爽快的天气3个台湾3个就已经真爽快啦互人感觉真舒适3个字3字4有北风，因为我3个拄好转去一逝嘛真正是真好的天啦印象中无啥物出日啦，但是已经袂讲介冷啦有北风，这2天有3只用客船出航前往希腊，其中有一只是捷心的用客船。再有一批护照含落坡。今仔日用客船巴达米亚号嘛已经出航前往巴达米亚。
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真紧平安抵达目的地。咱今仔日3个应该读煞无问题吼。3月25、26、27、28，4天无特别的事。北方有时落雨，今仔日有4架容克船对西那来到台湾，载有一批飞仔甲其他的细项物件。3月31，无特别的事，大部分时间北方，即几天有3架容克船出航前往几个所在。4月，咱甲读了，4月真好趁，一斗就甲你趁10天吼。4月初1到初9，9天啦，无值得记载的事。过来，4月11。有6只容克船对西那来到此地，大部分载有一批飞仔甲其他的细项物件。即2天南方春天吼，4月啊。4月12，阁有5只容克船对西那来到台湾，载有一寡细项物件。对迄寡头领遐知影讲，官员一官已经出发去南澳遐探听。看要安怎对付老乡吼，听讲老乡对南方起来吼。今仔日有北风，要暗的时阵开始透强风，而且落雨。前几工大部分的时间拢你无用对顶个月28号来到遮的迄寡容克船会收买飞仔的即个代志。4月14日，有北风佮落雨的天。4月15，有2只容克船对西那来到台湾，载有一批飞仔甲其他细项物件。搁3分钟，加看一工。无值得记载的事，搁逐工你收买一寡飞仔。好，我看觅4月18，若搁一句我就读过啊。好，18这较济啊吼，咱读到遮啦吼。4月18，咱后回再读啦吼，因为我要看一下芭比所记录的即寡笔记吼，咱有时会当看者吼。好，咱来看笔记吼。丽雅歹势，我今仔日无时间放音乐吼，无用。嘿，Nagasaki 吼，JoJo桑，以后再来放吼。好，抢救推测台湾史甲海洋史研究先驱吼，左营和故居伊的旧厝含即个单记录的厝吼，登录文化资产请联署，并且转发，这是天勇兄广告吼。过来丽雅有讲是肯迪的查某囝阿希啦吼。我到时我再甲迄个 link 搭另外迄个 line 迄个群组吼，再麻烦你帮我通知互伊。拜六的时阵吼，拜六早起会放送，早起10点。好，塔木德吼，芭比有找着，恁家己看，这我就袂讲啦吼，就是犹太人的因的即个因的啥物律法啦。好，另外是伫个原住民的统治方面，起先荷兰人以发展贸易为重，武力扩张，但是到1635年开始，荷兰殖民当局就是对外贸易开始稳定，才开始征服行动，对和满岛社原住民部落来订立满岛协约。所以咱1635年以后，咱会读到因含即个陆地上一寡即个可能一寡战书啊是啥物吼，就看会到吼。确立荷兰人为领主，原住民为封神的即个封建关系。我今仔我拄则有讲，我有偷看一下未来会读着吼，我有现着即个，就是荷兰人含即个原住民的即个，就是招因来开会啦，即个记载吼。荷兰人透过定期召开即个地方会议吼，因有一个名叫做地方会议吼，来议和双方的即个
双方的即个双方啦，伊迄双方的即个封建关系，并且任命原住民的首长，确立原住民社会正式领袖，来协助荷兰人推行政令吼，就开始内政就开始有咧杀啊吼。猎犬，读册猎犬，毋是拍蜡，我读毋对去。再搁早啦吼，我较早拢听人讲拍蜡。台湾犬吼，台湾狗，台湾土狗啦吼。闽港就是拄则讲的是报道港吼，报道港嘛是一个会当去遐食海产的所在吼。你若有机会经过，会当挖入去内底去食海产吼。遐有迄个鱼市啊，鲫鱼吼，孝尚吼，就是凯鱼、鲫鱼吼。无适应的拉狗，所以荷兰人要卖迄寡，即寡狗会吞食迄寡河狗所掠到的鹿仔。哦 ，OK， 所以是安尼啊，OK， 我毋知啊，这是天雄兄分享吼，原住民所饲的即寡狗，天雄兄应该伊毋是家己写吼，伊讲是清代的中文学报第72期吼，2021年有写，伊有印啦，因即寡，咱来看者吼。31分，所以咱来看者。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伫咧台湾的食品过程当中，对即个掠即个梅花鹿仔吼，处置鹿婆进行贸易行为的关系，所以对迄当阵管辖地区内底原住民的犬食的狗啦吼，然后相关的记录甲评论。当然了，写日记当中无，就是安尼记载讲，今仔日顶我布鲁马斯国下含议会决议，咱拄则读过吼，为着要避免所有可能因为新港人有狗所造成的灾害，安尼知影无吼？就是我狗会去咬鹿啊，所以无互我狗继续拖落，生拖咧，袂使安尼，鹿仔会去咬鹿仔，所以要用上适合的方法，甲即寡狗买转来吼。若毋买就伊嘛要甲即寡狗要甲单死吼，较袂引起麻烦吼。所以咱拄则看即段，我看无毋知影原来是即个原因吼。打狗是马卡道族因的语言吼，原文的意思可能是竹林。好，过来是下半年会发生魔道社稷疫吼，咱还袂看到，咱拄则爸比有讲嘛吼，因开始要和魔道人要战啦吼。雅加达就是拄则讲巴达维亚吼。好，魔道社伫1629年，其实咱之前捌读过吼，各位毋知有印象，咱一开始的时阵，一开始读日记的头2篇，就咧讲这因要拍魔道社的代志。所以咱读到第一项历史事件，伫台湾咱遐写日记所记载的第一项历史事件，就是因和魔道社人战一场吼。啊，甲人规个砖头烧了吼。咱看巴比所写，伊这写就是1629年魔道社事件、魔道会事件中有杀63名的即个荷兰士兵。这是魔道会事件，这是咱无读到，因为咱日记伫咧搁较后壁开始写，嘛是敢若是1629年，但是较后壁。所以头前即个魔道会事件吼，一寡63个荷兰士兵去互魔道人杀死即项代志，伊无写着。啊，即个代志各位有兴趣会当去找一下吼，这是我毋知要安怎形容即个代志吼，就是因要过溪的时阵是拜托魔道人，请魔道人讲一个人爱一个，嘛毋是爱，就是伊迄个荷兰人坐伫咧即个原住民的肩胛头，坐伫，当然敢若你有诶，甲囡仔刻伫肩胛头有无吼？啊，坐伫你的肩胛头安尼。啊，一个安尼带一个过溪嘛吼，啊结果呢，魔道社人就讲通好啊，伫咧溪中的时阵，就甲迄寡人拢毒死，就超工甲即寡人掠来甲毒的即个溪，大概久咧就甲因淹死就对啊吼。我若无记毋对啦，就是即项代志吼，死63个吼，所以。荷兰人就要报复嘛吼，迄当阵台湾当局的士兵无到400个，无法度战赢即个魔道，加上即个哈马达即个事件吼，滨田迷兵卫事件，对外贸易受到挫折，所以互巴达维亚当局吼毋愿来增援吼，就是无爱派兵来吼。台湾当局只好含魔道社暂时收兵，一直到1635年吼。阁会记得无？迄当阵因拍煞了后，就签一个合约，但是。
就是无迄个合约，到即嘛我嘛无搁看到进一步的消息吼，所以一直到1635年9月，台湾当局才得到巴达维亚方面增援嘛，派兵派兵来，所伫11月23号发动军事行动来展开报复，伫咧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的命令之下，杀死毛头社的原住民26名，并且甲所有自家拢烧掉吼。称咱讲是毛头社之役吼，即场战役必须毛头社投降，并且签订即个毛头协约。较入了荷兰人是领主，原住民是封神的即个封建关系吼。好，游水水吼，你若看迄伊讲装载丰富的船吼，就是游水水吼。1635年老乡要领便当啊吼，咱以后会看到吼，应该足紧就看到吼。好，好，宝贝，感谢你记录者，有些我真读到对个，家己袂记吼。1635 4月17、18日吼。好，豪美里，布德离布德10公里吼。乌芒港啦吼，是田雄兄有分享讲是伫咧布德，毋是伫咧布德港，是布德港10公里外的即个所在叫做即嘛叫豪美里好美里啊吼。较早遐是芒港吼。OK， 好，搁安尼搁加穿5分钟去啊，歹势，咱以后爱搁提早吼，才会当甲即寡笔记所读煞。感谢芭比，甲咱做。嘛感谢各位所有提供恁的笔记的人，我拢足感谢恁吼。有时我家己顾咧读，无法度去查其他的即个我无清楚的所在吼。像拄则迄狗的代志，我都毋知吼。好，感谢各位，安尼咱逐遍读就会当得到丰丰富富吼。咱明仔载再搁，明仔载是拜五，安尼我袂使，我明仔载袂当吼。后礼拜咱再搁继续读吼。好，安尼到遮。好，感谢各位，好，再会，回房。多谢大家。